看到新北市永仁市庙口夜市，有民众看到这款景致，红布条吊甲满满时，就牛排馆写讲卖肉无卖身，若铁板烧店写真的是肉，流的是肝，卖的是一幕，敢若伫咧空寿司。这有诶无诶标语引起话题，原来拢是夜市摊贩想诶创意，想讲要来逼五人，还佫有变开鞋，拄开始游客啥拢无，慢慢接看就惯势。 夜市内底有食的、有耍的各种无同的店，这个店佮拢做伙挂红布条，毋过真少甲看，这到底是咧写什么意思？哪会看无啥有？怪怪的啊！重点这个不是什么意思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觉得很新奇，我也想去试试看那个东西。 真侪民众拢发现，伫新北市路州的永仁寺庙口夜市啊，出现真特别的红布条。那伫夜市的入口就看到，伫本上款买满100块，就送你去台北港角、火烧岛港角佚佗一天。卖铁板烧的店嘛写讲，我真的是肉，毋过流的肝拢是一幕。边仔饮料店嘛直接讲，毋知影家己是安怎要挂红布条。 为内底行，阁有店的配合，即马长时间的话题，讲米卖出去，人会入来，头家就会当发大财。卖四烧的店嘛讲，本店无工花，卖罢工，请放心来买。阁另外一种互相学落的红布条，卖钱的物件的店先伫布条顶的画箭头，学落隔壁卖鳝鱼面的头家真缘投，对方嘛学落一真古水，两边互动引起游客讨论。贴的比较无厘头。 对，然后希望能够吸引到一些年轻人啊，店家的生意啊，看看可不可以，就是说增加一点点收入。原来这是这个头家做伙想出来的红布条行销，就是要利用有创意的标语来推广夜市啊。虽讲消费者有无同的反应，不过大家做伙动头脑，开一点仔钱就成功引起话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